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白老囝又新鲜难救”。这个意思是，若到中年才生一个囡仔，若咧生活上拄到各种难题，恐惊请新鲜来嘛无帮助。当然嘛有真幸福的，像昔日有一位老先生，带一个细45岁某，88岁才生一个查某囝。去安亲班的时，大家拢当作是阿公来带孙。另外一位老先生嘛是住伫新竹，73岁时生一个查某囝，比仔囝感情真好，生活真美满。即马来讲少年人，因为这个生活压力较大，加上观念的改变，就算已经到适婚的年岁啊，普遍拢无想要伤早结婚，有愈来愈晚婚的趋势，或甚至是无想要结婚。依照统计，台湾的女性平均30.7岁才生头一胎，超过35岁生囝占2成。所以讲，奉劝咱所有少年人。囝若要生，唔通伤晚生。今日就讲的俗语是：白老囝又新鲜难救。